迄天想着讲，诚久无看阿三仔的人啊，田里膝头做煞，我都歹徛咧，我对因兜去甲探一下。人地大碰伊吓困，我呾要走尔，互伊叫条咧。阮两个伫因兜客厅坐要点外钟，伊咧讲最近发生一寡代志，讲厝头家要甲厝收转去啊。因后的搁伫外口参人相拍，犯着重伤害。人即久互搁伫看埔，听候开庭。三仔是大声嗨，细声叹，人生生起起落落三不顶。歹日运的时，总是有满腹的委屈甲哀怨。我知影阿三仔压力真大，嘛真无奈。伊嘛一个人尔，身躯边无人甲斗打杂。我即个做朋友的看伊安尼，原仔袂忍心。我甲讲，若有需要，做伊开喙，我尽量替伊斗影。